好多人都話做藝人一定要形象百變，先至可以俾到觀眾新鮮感㗎。就好似陳茵媺咁啦，為咗新劇呢，佢就有一個新嘅髮型啦。今次戴咗假髮，係咪都有好睇唔慣自己咧？因為之前都短頭髮咗好耐啊嘛。都 OK 啊，因為其實頭髮咧對我嚟講都係好幫助嘅演員去投入個角色咧。咁其實我今次嘅exterior 即係嗰個造型咧，希望係同之前嗰啲好唔同咯。即係好似你話即其實我好多角色暫時都係短頭髮為主嘅，咁所以就希望可以有新一個感覺。可以俾到觀眾去投入一個新嘅角色咯，咁睇下 The End 係選擇邊，因為而家都仲係試緊嘅。其實 Amy 呢日係為站名 ATF 反恐嘅新劇試造型，出席嘅演員仲有李思琪、羅樂林、關禮傑、黃德斌、陳展鵬、黎諾懿等等。嚴卓熹仲全副武裝上陣添啊，相當有型㗎。今次 Amy 將會同阿 Ron 同埋展鵬發展一段三角戀，但係阿 Ron 就出咗名係桃花旺㗎啦，唔知道 Amy 又怕唔怕同阿 Ron 因為拍劇而傳出緋聞呢？咁我又唔會太擔心嘅，因為劇中入邊都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咧，如果喺劇中而兩個係飾演一對嘅，即係入邊個劇係有愛情嘅關係咧，而如果真係傳出緋聞嘅，其實我覺得係正面嚟睇咧係一個 compliment， 即係因為你覺得即係人哋覺得你哋演得好係有嗰種火花先會誤會。同樣係咁專業嘅，仲有 Yoyo 蒙嘉慧，事關飾演記者嘅佢，呢日太過投入角色啦，仲搶咗支咪自己做訪問添。我做啲咩？一睇我就知我係做一個警察嘅。咁其實咧，之前我係頭1、2集我係講我係飛虎隊嚟嘅，咁啊就之後就加入咗ATF， 即係類似櫃員機個名咁啦。OK。咁我就會會查啲案啦。咁其實呢一部劇咧就似一啲即係比較多一啲心理戰嘅嘢多啲嘅。你覺得咧？心理戰係啦。我覺得啊。嗱咁咧，你見我咁係啦，你今日你聽唔明我有原因嘅，因為呢套新劇入邊我係做記者噶嘛，我要習慣下點樣攞咪去問人哋嘢，同埋攞住個咪係主持啊，係啦，攞住個相機就係記者啊。唔係啊，有啲人而家攞住啲嘢嚟錄噶嘛，咁而家咪當錄咯。有 OK， 我可能勁啲定一個記者可以做到主持咁樣樣。見到 Yoyo 呢日咁風騷，原來係因為新劇有好多猛男啊，搞到 Yoyo 心花怒放，佢仲忍唔住大讚拍檔展鵬添啊！我一問你啦，你點樣交代？你自己講清楚。哎呀，死啦，唔講得。其實唔係淨係展鵬正，其實呢個劇好多人都正，因為呢套劇我發現好少女仔，全部都係啲壯男嚟嘅。係頭先佢影造型照嗰陣時咧，佢係唔係望住個鏡頭嘅，佢係望住啲仔。哇！咁樣係淨係要哇咁樣望嘅。佢聞到嗰陣除咧，佢就唔捨得出嚟。我又唔可以唔捨得嘅，我都要做嘢嘅。但係個感覺原來嘅真係好俾人保護嘅感覺好強啊！因為咧，即係原來即係始終係男性咯，男性嘅覺得會保護女性，所以當圍住咁多男性嘅時候，你覺得自己好嬌小、好弱小，同埋好有安全感。係都覺得好有安全感。佢絕對係啦，你睇下。哇！Yoyo 咁講法，唔驚男友鄭伊健會呷醋嘅咩？只不過另一邊廂嘅展鵬聽到自己大獲好評，都有啲飄然啦。可能因為我又比較成熟啲咧，阿 boy 做我細佬啊嘛，阿 boy 比較年輕啲，可能我比較成熟啲咧，佢覺得係咯，係啊，但係我都覺得 Yoyo OK 啊，係啊 OK， 所以有待發展啊呢個感情線係。唔好以為展鵬嘅身材比起同場嘅猛男遜色啊，其實佢呢排正忙於拍攝劇集《回到三國》，搞到佢冇時間做 gym 咋。因為三國呢排趕戲趕得好犀利，因為有少少搭咗呢個 ATF 嘅，咁就變咗呢20幾日就冇去做健身啦，係，但係我都盡量希望可以大隻啲，因為有其他演員佢哋都已經本身都好健碩、好健康，係啊。但會唔會演出兩個角色咧，一時有古裝，一時有現代咧，會唔會自己可能分唔到咁樣㗎？其實都會嘅，但係就希望可以處理得到咯，因為唔單止我，其實好多同事佢哋都好多時會一次過搭3組戲添，咁我要慢慢習慣咯。